行呢個就開幕啦。富泰新城開幕第一間啫，就係特色食物。嗱，魚蛋7蚊，豬大腸8蚊咁樣。之後就到寶田嗱，咁佢嘅交通咧，富泰村富泰村嘅交通啦。嗱，咁現實嘅話咧，就冇 E33C 條路線嘅，係啲人建議嘅啫。呢個咁咧，嗱講真實啦，真實嘅富泰村巴士公站得嗱龍運先 NA33嘅國泰城，即係機場後勤區嗰邊嘅 A33 俾隨機場，即係地面運輸中心啦。呢兩架車得行屯赤隧道嘅。當然，龍運全部路線唔定 A31、A32、A38、A41、A41P、A42、A46同 A47之外呢，咩 A33、A33、A34、A33、A36、A37嗰啲全部行屯赤嘅。咁龍運講完就咁講小巴先啦，因為港鐵巴士都算多㗎，小巴呢就得46去屯門市中心。呢架車係途經兆康站北定兆康站南，我唔知。呢度係現實冇 K51S 嘅 S 呢，多數都係指特快意思啦。嗱，但 K58都有嘅。即係 K51S 同 K58S 就等同陽光群島嘅41A 同49A 嘅啫。嗱，我想講 K51A 就同 K58S 咧，同 K58咧都要上一次陽光群島嘅41A 同49A 嘅啫，等同。嗱，咁港鐵巴士有 K51返大欖啦，K51A 返去掃管笏。咁 K51就 K51嘅特快版啦嚇，K58就大家睇到嘅3個方向啦。咁啊 MANK53就係掃管笏轉車站，K58去掃管笏青山灣。咁其實大家睇方向啦，當然要係啊。呢個係專登唔拆轉嘅，跟住嗱 K58 都係 K58特快版啦。其實506都有特快版嘅。咁我哋睇呢個富泰村，咁出面嘅富泰村，因為我哋係雙程路線第一條位交通嘅，有67A 返寶田村呢個方向。咁67A 遲早會取消嘅，聽講。由67M 都係寶田取代啦。到時兆康苑呢，就得67S 一架巴士嘅啫，所以呢，住兆康苑嘅人呢，咁就冇辦法啦。但我盡量睇下冇得保留嘅路線啦，即係我唔想等冇車搭啦，住兆康苑嘅。嗱，咁呢個站67A 返寶田，67M 返去兆康苑，67S 都係，261返粉嶺長華村啦。係行上水站嘅，有60A 返去鴻福村，90S 返去洪水橋。咁其實兩邊都60A 同90S 冇分別嘅。咁有條 NA33返國泰城啦，所以大家可能覺得點解有 NA33兩個富泰呢？咁就佢應該走線所限啦。咁呢度都有一架 E 車嘅 E33P 返機場。但佢啲班次有啲疏嘅，比主線 E33仲疏。即係仲有條紅 van 返去康樂路啦，紅 van。呢邊就富泰村，咁呢個對面係67M 返荔景北，但而家目前為止就喺葵芳站啦，現實。即係過咗呢條嘅啫，同埋多條 B12到 2S。67S 返去旺角東站，261返去三聖村，513返如心廣場，62S 返和合石，B12返去皇崗口岸。咁呢度呢 E34返兆康站南，同埋紅 van 返置樂花園。咁城巴呢，現實冇城巴嘅，多數都係 B3A 特別巴士呢度做總站嘅啫。咁956返黃竹坑啦。嗱，
有啲人問點解呢度係返小康呢？第一次啊，有啲人問點解呢度係返小康呢？因為佢都係手線所限啦，所以我諗，即係咧喺呢邊放咗返小康，都唔係考個點啊，考個點都唔係離我哋唔遠嘅。我哋係要搭615P 嘅 N615P 啦，係。跟住唔係喎，在兆康苑啊，sorry，嗰個公眾，在兆康苑嘅。離我哋唔遠就係兆康商場、兆康苑商場。呢度就真係有坐打嘅。富泰，等我等一陣啊！嗱，富泰兆康苑已展財打，即係只我哋商場已經展咗財打。但當然富泰冇展啦。咁其實呢個有間車仔麵嘅，G 三寶慶款25蚊啦，標準麵底10蚊啦。咁輕鐵呢度呢，就主打輕鐵嘅啫，係冇辦法㗎。兆康苑呢，就要去返遠少少。嗱，我俾大家睇，咁我陣間先俾大家睇到兆康苑總站。首先介紹下輕鐵先啦。因為我係大小商場呢，如果我有輕鐵有巴士，會帶咗輕鐵先。一號台610、614、615都係返元朗，751返天日。2號月台610、614、615都係返屯碼頭，即係751返去友愛啦。當然係507P 都係返屯碼頭，但朝頭早先服務嘅啫。3同4係以前發現好嘅月台啦，所以冇整嘅。跟住505返三聖啦，5號月台，即係就614P 返屯門碼頭啦。咁其實屯門區都好多時返屯門碼頭㗎，係啊。咁對面呢，我諗大家都知啊，615P 返屯門碼頭。係下一個點就要搭615P 或者615，但我都會嗱，因為依家我現實呢，就出唔到有冇任何輕鐵嘅，所以我呢會去返2號台5號台 check 615嗰度，停梯咁啲咯。18分鐘615，18分鐘615，我哋就搭呢架嘅615P 啊。咁615P 呢，我哋下個點呢，就係田景落車，咁之後就咁樣打橫掃返落去㗎。咁有啲粗口唔關我事，有少少粗口，但唔係我講粗口。咁就寶田商場，咁其實原本係預留空間整離境商場嘅，但大家睇到啦，因為輕鐵位置所限啦，所以整唔到呢個商場嘅。同埋呢個寶田商場係撞咗呢個站嘅。咁寶田商場啦，又係都兩尾啦嚇，都係咁之後呢，呢個站呢，我都會介紹去巴士站。就即係956返去和田，咁之後就E36C返去德業街、元朗德業街。NA33返富泰村。嗱，如果返富泰村呢，其實係喺呢個站搭 K500嘅，因為我唔知會兜路啦。跟住 S33返去鴻福村，A34返去洪水橋洪元路，E33B返去兆康站樓，E33C 同 A33都係返富泰。講完。小巴44A 去上水站，44B 落馬洲新田 ，N44B 落馬洲本地站，即係皇崗口岸。呢個九巴啦，58M 返去葵芳站，咁依家呢，就荔景北就唔係葵芳站。係啊，咁呢，佢哋走線58M，其實呢條線搬咗去荔景北之後，依然都係停返葵芳站，包括嗱，咁59同67都係新增嘅，都係加停呢個站做嘅。58M、58S 就分別去荔景北、旺角東站。
960返健身村 ，N960都係健身村，258D258S 去寶田村，跟住 N262去美孚，呢條係路線嚟嘅，但現實冇啦。2R 返兆康苑，跟住67R 去兆康苑 ，P960返去兆康站北，960A 返幸福村，960B 去健身村，960S 返去洪水橋，267B 返牛磡村，622S 返和田村。下一站山景，咁山景呢條任何一條路線都得，除咗507。我 check 啊，咁就係505有車先嘅，咁就505啦。喺石排落車嘅，507係去唔到石排啊。係原本係點埋卓爾廣場嘅，我掃埋賽爾橋我俾大家睇啊，我掃埋，即係就去下一個站山景商場。咁卓爾居呢？呢條關子614嘅。呢度呢，未整啦，始終卓爾商場、卓爾廣場。咁嗰個位係獨市位嚟嘅，輕鐵獨市位嚟嘅，冇輕鐵好正常，冇巴士好正常。咁條會市廣場就未整上場嘅，其實得巴士都得嘅，其實得巴士應該最方便嘅。石排落車，其實最近嘅鳴琴，咁咪坐多一站鳴琴啦。即係出站，都過馬路啦，咪呢邊行啲過。咁翻嗰邊入翻山景村方向。典麗樓啊，巴士站啊，呢度有彩色字，彩色打嘢。山景商場啦，又係嗰味，又係嗰樣味啦嚇。即係微影專門店，呢個就 ATNU 58N 返惠芬站，爭28蚊。ATE 580返旺角東站30蚊，就係咁多。我介紹山景村佢嘅交通先啦，唔包石排，唔包鳴琴嗰邊嘅。咁呢個站我就一定唔會講俾大家聽，除咗呢個站呢，除咗上最高兩條我唔講啦，因為去山景村入咗總站，即係呢堆係旅遊巴路線，我改咗做九巴營運嘅啫。978去紅磡站，710去駱克道街市啊，267B 去牛磡村，2S 返去和合石 ，B3A 返深圳灣口岸啦，呢條路線，新西環線嗰時，咁956返黃竹坑，喺呢條路線呢，我真係唔知取消嘅，就係已經冇人嘅搭咗。577M 係荔景北，咁呢條路線一定係荔景北㗎。都一返嚟灣仔會址，即係頭先講過，除咗792返大興村，791N 去大興村，呢係去將軍澳路線都係7字頭嘅，係啊，將軍澳路線都係7字行頭啊，即係嚟794，唔係，都有啲6字頭都694啦，7字頭嗰度嘅798啦嚇，793啦嚇，795、793、798呢堆啊嚇，咁係咧，鳴琴咧都最近嘅，咁係今集呢個下集嘅。